中度风台3度2，即嘛是向咱台湾的方向直角划来。彰化各地农民是赶紧挽菜挽果子，都惊去互风台扫一个拢害了了。高雄市府为着要预防搁做大水，嘛已经完成抽水站甲抽水机的设置。另外，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船帮，嘛已经宣布拜2甲拜3停驶。将已经到分的甘露台啊捌落来，因为中度风台山托尔接近台湾，本来还有时间包装，即卖甘能将精力用在抢修电管。本来我们都是半天采收啊，然后下午来包装。现在我看梨山地区那个农民全部都下果园去采收了。婚林菜农对风台严加待遇，因为应采小白菜进入采收期，趁礼拜天气真好，赶紧采收才会采洗。提早一天，提个风台提早一天。山托风台要来东半部地区上受影响，台东县副指教公告，规定上向山顶区域是管制区，下晡4点开始，限制或者是禁止民众进入，违规会依法开罚。复工渔港的渔船也入港，先风台各把锁固定，避免损失。趁风还没有下来先把船只就定位。到时候不然夜晚动作那我们越失利嘛。屏东东港来往小琉球的东流线也受风台影响，至到坐船游客已经明显减少3-4成。民营客船10月初1、初2会全面停驶。山托尔台风大概在10月1号周2会影响，所以说今天去的旅客大概就是明天9月30号会回来。那10月1号我们可能预估，因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所以我们10月1号、10月2号会停航。7月开灭风台中从南部，尤其高雄市区淹大水，为防止灾情重现，高雄市府水利局赶紧启动清疏，目前已经全面完成抽水站抽水机布设加测试作业，地方池已经全部排空。另外，提醒山区民众爱注意土石流警戒消息，确保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